慢性前列腺增生咧，又叫慢性前列腺肥大，係50歲以上咧男性嘅常見病。目前咧，認為呢個發病嘅原因咧，與呢個慢性前列腺炎啦、老年男性嘅荷爾蒙失調有關嘅。常見嘅臨床表現咧，第一個咧係排尿次數增加啦，特別係夜晚咧夜尿特別明顯嘅，一般咧2次3次，多嘅時候咧5到6次。咁樣夜晚經常起身咧，會瞓得唔好，精神會差、疲倦冇力啦。呢個情況咧就惡性循環啦，就瞓得唔好，小便多，瞓得唔好，身體就慢慢變差。第二個咧係排尿嘅時間長啦，要等半分鐘甚至1分鐘咧先屙到小便。咁排便嘅時候咧好用力嘅。第三咧，由於呢個前列腺增大咧，外面咧就可以刺激到呢個膀胱，就會出現呢個尿頻、尿急嘅。咁啊內部咧就壓迫嗰條尿管啦，排尿分叉啦，尿流變細啦，屙尿嘅量咧要減少嘅。隨咗呢個病情嘅逐漸加重咧，嗰個尿咧都係斷斷續續排出嚟，每次咧都覺得排得唔乾淨。嚴重嗰時咧就覺得下腹部咧係腫脹同埋疼痛，嚴重嗰時咧就會容易出現呢個急性嘅尿儲留嘅。慢性前列腺增生咧係屬於中醫學嘅癃閉、癌症等範圍。中醫認為咧濕熱鬱結咧、腎氣虧虛、淤血阻滯咧係呢個病嘅主要嘅病因病機，簡稱咧係濕虛瘀。其中咧濕熱鬱結嘅主要表現咧就係尿頻、尿急、排尿疼痛、點滴難出、灼熱黃赤。腎氣不足嘅主要表現咧係夜尿次數多、腰膝酸軟、疲倦乏力。而淤血阻滯咧係貫穿呢個病嘅時鐘，有一分淤血咧必有一分增生。主要表現咧係排尿要等啦，排尿分叉啦，尿流變細啦，尿量咧逐漸變少。喺臨床方面咧，三者咧係夾雜互見嘅，互相影響及轉化，以使呢個病咧病情複雜難治。喺風藥治療上咧，濕熱鬱結症咧，我哋給予呢個八正散加減治療嚟清熱解毒、利尿通淋。腎氣虧虛症咧，即給予呢個濟生腎氣丸加減治療嚟溫補腎氣、助陽利尿。淤血阻滯症咧，即給予呢個少腹逐瘀通加減治療嚟活血化瘀、通利水道。治療方面咧，我哋有3個湯水嚟推介嘅。假如呢個咧係有尿頻、尿急、排尿疼痛、小便咧係灼熱黃赤咧，我哋考慮咧係濕熱下注。我哋可以用呢個薏米毛巾湯煲湯嚟飲下。咁啊，呢個有咩功效咧？最緊要有清熱祛濕、利尿通淋嘅功效。第二個咧，假如呢個人咧係有夜尿次數多啦，係啦，腰膝酸軟啦，日頭咧疲倦乏力啦，多為咧呢個腎氣不足，我哋要有一個黃芪杜仲湯煲湯嚟飲嘅。佢呢個功效咧就嚟溫補腎氣、助陽利尿嘅作用。假如咧有排尿等待啦、排尿分叉啦、尿流變細啦，同埋會陰部有啲唔舒服啊、痛呢啲咧，我哋考慮係氣虛血瘀。我哋有一個湯咧就叫黃不留行湯。呢個湯嘅作用咧有活血化瘀、通利水道嘅作用。慢性前列腺增生咧，我哋中醫經絡方面咧有啲自行按壓嘅穴位，對緩解呢個小便次數多咧有一定嘅幫助。例如咧，我哋人體咧正中線咧呢條經脈咧叫任脈，任脈上面肚臍下面咧有2個穴位叫氣海同埋關元，係啦。腳部咧都有啲脾經嘅心陰交、肝經嘅太沖、腎經嘅太溪同埋湧泉，呢啲穴位咧都係經常按壓下嚟疏通呢個經絡嘅氣血，
達到呢個補腎回血、利尿通淋嘅作用。慢性前列腺增生方面咧，我哋要特別留意下。第一個咧，老年咧係氣虛體弱嘅，咁啊平時咧特別留意下呢個天氣變化啦，合時係增加衣服嘅，要防止呢個受涼同埋感冒，因為感冒咳之後咧會加上呢個尿頻尿急嘅情況嘅。第二個咧係要特別留意下，唔可以搞錯同埋搞餓，要避免咧長時間忍尿嘅，要多飲啲暖水嚟通調水道。第三個咧就係飲食要清淡嘅，特別咧最好咧唔飲凍嘅啤酒咧、白酒咧，或者啲比較鮮辣嘅食物嘅。第四咧，臨瞓前1個鐘咧，最好咧少飲水，或者咧唔飲水嘅。第二個咧，臨瞓前咧最好咧用啲溫水浸腳半個鐘，個水溫咧大概維持40度到42度左右啦。呢個咧可以溫禿足部嘅經絡氣血，溝通心神，可以咧延長呢個睡眠嘅時間，減少呢個夜尿嘅次數，打破呢個尿頻失眠、尿頻失眠嘅惡性循環，有助於恢復正常嘅睡眠。若是有小便屬熱疼痛、尿液黃色，呢個屬於濕熱症嘅，呢個咧唔適宜用溫水浸腳。